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年度有非常特别的专题形态，我们要带您来去客庄住一晚。这一回我们落脚在苗栗，入山感受了桐花树王下白天黑夜不同的美。不过下了山，我们要让您的感官有更全新的体验，因为红枣的故乡就在公馆。公馆现在全力的拼观光，亲近枣树下的一个体验，品尝红枣特制餐，甚至连日本的柱莲神在这都能 DIY。苗栗公馆有3宝：红枣、芋头和福菜。入了宝山，怎么能空手而回呢？一离开旅游服务中心，眼前芋头田被宽宽厚厚的大绿叶覆盖成一片鲜活，阳光洒下，刚刚好的温度，人都清爽了起来。不远处种枣树的老农也在园里发现了今年夏天到来的预兆。那这个是刚开的花等蜜蜂来授粉。它有味道吗？有，很香哦，你靠近一点闻，很香。在3个月到7月份就有可以采了。7月份。对对对。虽然还不能摘采枣子，但是中午的五脏庙已经可以饱尝枣香四溢的特制餐。来我们枣庄就是必点的红枣餐，红枣玉蒸糕。梅干扣肉加红枣馒头。看着一整桌全部都跟红枣有关啊！对呀。公馆黄金小镇发展观光，还要送福气给你。日本常见祈福用的柱莲神，全台湾只有这里可以 DIY。过年的时候悬挂啦，有时候在节庆的时候也是有在挂，就像这个叫做迎新。好，你这样夹住，然后3个这样子折过来，然后换左边的过来，一个向这边，一个向那边。说起这在台湾硕果仅存的产业，女老板说，当初要交棒第2代，继续供货给日本并不顺利，还要谢谢饭店经营之神严长寿先生。他鼓励我的女儿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水稻文化呢，其实才是我们的根，而这些外销呢，是我们的本。自从他来之后呢，有一点小小的知名度之后呢，我们的那个生产量呢，在这几年呢，大概由10几个货柜到20个货柜左右。手做特别的福气，红枣之旅还在延续。尝尝这一杯冰镇的享受，红枣的香甜柔和了咖啡的苦涩。等着日落的时刻，这满园的红花绿叶，还有早开的桐花，见证公馆的美丽。红枣、芋头和福菜构筑了公馆的客庄之美，骑上铁马，拜访味蕾的新体验，收藏心灵的一篇章，带回客庄住一晚的感动时刻。